講真，當你聽到按揭經紀呢個詞，係咪會即刻諗起一個古惑仔，專門幫人整假文件？呢個係好多人對按揭經紀嘅誤解，但事實並非如此簡單。大錯特錯，我哋確實有秘技，但全部都係100%合法合規，而且銀行完全認可。我哋嘅工作係喺現有嘅法律框架內，為你爭取最大利益。我哋唔係造假，而係運用合法嘅超能力，幫你重整你嘅財務故事，將一個看似無望嘅申請，變成一個成功批核嘅案例。以下係我哋將一個唔批嘅申請變成批核嘅5大方法，每一步都係經過深思熟慮同專業分析。一、收入策略，你係自僱人士，合法地將報稅收入減到最低。呢種情況喺傳統銀行眼中，往往係一個巨大嘅障礙。佢哋見你稅單低，會直接拒絕你嘅按揭申請，令你錯失置業機會。但我哋唔會幫你作個收入出嚟，我哋會揾一啲專門做申報收入計劃嘅貸款機構，佢哋會接受你嘅銀行總入帳作為現金流證明。呢個方法完全符合法規，並且被銀行廣泛接受。呢個係合法為生意人而設嘅批核方案，專門為自僱人士設計，讓佢哋能夠以真實嘅財務狀況獲得按揭，而唔係被傳統嘅報稅模式所限制。而信貸優化策略，你自己申請按揭，信用分數可能得670分，呢個分數雖然唔算差，但就係差少少先攞到最好嘅利率，令你每月供款增加唔少。你以為我哋會俾錢人改分？絕對唔會。我哋會建議你還清一張高結餘嘅信用卡，可能只係還多1000蚊，然後等3星期。呢個簡單嘅動作就能產生顯著效果。呢個係利用信貸使用率嘅原理，合法地即時提升你分數嘅方法，令你嘅信用評級喺短時間內達到更高水平，從而獲得更優惠嘅按揭利率。3、貸款人匹配，唔同嘅銀行風險偏好完全唔同。一間銀行可能要求你嘅出租物業只能做25年攤還期，令你每月還款好辛苦，甚至超出你嘅負擔能力。我哋會揾到另一間主要金融機構，佢哋合法容許你嗰種物業做30年攤還期。呢個唔係投機取巧，而係揾啱合作夥伴，為你匹配最適合你情況嘅貸款產品，確保你嘅還款壓力得以舒緩。4、債務結構重整，你有車貸、學生貸款同信貸額度，整體負債比率太高，呢個係好多申請人面臨嘅問題。銀行會因此對你嘅還款能力產生疑慮。我哋唔會隱瞞債務，因為透明度係成功嘅關鍵。我哋會建議你喺遞交申請前，用最有效嘅方法去重整你嘅債務結構。例如，先做小額再融資去清咗高息債務，咁樣你申請新按揭時，就會成為一個更強大、更具吸引力嘅申請人，大大增加批核機會。5、首期資金證明，你嘅首期資金來自海外親戚嘅轉賬。銀行見到一筆大額國際轉賬，通常都會驚，因為佢哋需要確保資金來源嘅合法性同透明度，避免洗錢等問題。我哋嘅職責係確保資金鏈完全合規。我哋會提供法律要求嘅禮物信，並核實資金來源，將一個危險信號變成一個清晰、已核實嘅交易，讓銀行對資金來源毫無疑慮。我哋唔係作個來源出嚟，而係證明個來源嘅真實性同合法性，確保所有文件都符合銀行同監管機構嘅要求。批核同拒絕之間嘅分別唔係欺騙，而係策略、專業同埋選擇合適嘅貸款人。呢啲都係按揭經紀嘅核心價值，為你嘅置業夢想鋪平道路。我哋嘅工作唔係玩弄制度，而係合乎道德同合法地喺複雜嘅制度入面，揾一條最能反映你真正還款能力嘅出路，確保你獲得公平嘅對待同最佳嘅按揭方案。想擺脫對申請按揭嘅憂慮，開始制定戰略，立即去 Leverate.ca。我哋嘅專業團隊會為你提供一站式服務，解答你所有疑問，並為你量身定製最佳方案。我哋會運用合法嘅超能力，為你設計一份按揭申請，務求為你爭取到最好嘅利率，同埋你應得嘅批核。唔好再讓複雜嘅按揭流程阻礙你嘅置業計劃。立即點擊連結，
開始你嘅戰略申請，讓 Liberate 達士 A 成為你成功置業嘅最佳夥伴，期待為你服務。